这个疫情也看袂到进步，但是有真侪产业已经受重伤了。经济部长沈明敦讲，这礼拜会找台水甲台电开会来讨论，针对受到疫情冲击的企业减免水电费。顶礼拜六，经济部已经找泡面甲卫生纸的厂商来开会，甲民众挂保证，这个泡面甲卫生纸一定拢互你买到有。饭店经营真的非常的辛苦，我再强调一次，真的很辛苦。饭店经营真辛苦，真正是真辛苦。港边上人的，若是停业的台中阿弟饭店，像有名的欣晓，伊讲伊台菜顶上稀奇，上好老的老餐厅，拢甲大家告别啦。世贸联谊社嘛停业2个月。疫情重伤产业，有平面媒体报道，经济部已经提出方法，要帮企业水电减免，什么人会当减呢？拜六礼拜阁有卫生纸甲泡面，所以讲无时间通下。我这礼拜我会来听阮台水甲台电的专案报告。来，部长，是已经都有方案了你说你才要听而已，倒闭潮来临。我们有没有做这一方面的超前部署？我甲委员啥来看这中小企业啥要放款借无钱，这个我来了解。疫情看袂到尽头，看袂到终点，但厝内卫生纸袂敢若剩一点点啊！免惊，免担心。经济部长沈明敦伫顶礼拜六有找卫生纸甲泡面厂商，大家保证生产线会做好做满，绝对互大家拢有卫生纸通。